再过不到8小时，马上就要迎接2025年了。您很期待吗？我们华视新闻团队呢将会陪大家来度过2024的最后一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边的位置是在台北市府前面的广场这里。刚刚呢，包含情歌王子李圣杰就在舞台上面来进行彩排，带来像是手放开还有痴心绝对的精彩歌曲，让台下民众听了如痴如醉。目前呢，大家来看到透过镜头现在在舞台上方是有一群人，一个团体呢，他们是其实装扮成这个鱿鱼游戏的装扮的模样，会带来什么精彩的演出？那么稍待会就会知道。不过呢，说到跨年其实每一年北台湾重头戏之一，当然就是在101这边来，因为除了你可以看到这边是非常可以近距离就可以看到舞台上偶像的演出，现在在舞台周边也都陆陆续续有出现了不少民众来到这边要来等待了，像是在第一排，您看到有些人是拉起布条，像是有这个红色、蓝色这个布条有没有？他们呢是怕胖团的粉丝，另外有很多粉丝朋友呢是带着板凳还有一些小凳子来到这边来等待，因为呢除了可以在这边看到非常近距离看到偶像演出之外，稍待会当然还有101烟火秀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一次烟火秀呢一共是有6分钟，包含了5分钟的这个烟火，还有1分钟的大型光雕展演。稍待会呢晚会在7点钟的时候呢就会正式登场，随时有最新状况会随时为您插播报道。这把时间交还给棚内。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